稍等，快去！妈妈！门外大喊大叫的做什么啊？妈妈，来了一位大爷，要听牛郎称说声。这位大爷贵姓啊？我叫沈延龄，本是山西人，家有万贯金我人万贯金我人啊，反复来到京都城啊，说着细语，鸟当成貌似天仙是难寻，我年一半不无子女，想讨他回去做小心啊！牛郎称不肯见他，留在家里又有用啊！他既然要去，就答应了他，你我还可以趁机捞一笔身家宁子。沈大爷呀！就当曾京都成名气，玉贼玉貌更玉意。他本是么刘春元中要件事啊，我老来无事将他依。你要娶她回家去，这身家银子可好啊的！我沈延龄，山西府上有名气，今年是山坡坐骑，你说多少就多少，我定要娶她为山西。好，大爷生气，我话不啰嗦，做
美的300两银子。好个好个，牛堂村的身家们，妈，这一斗金子啊，一堆金子啊！一斗。也罢，喏，这有银票1张，你先拿去。一手交人，一手交人，牛堂村马上跟我走啊！哎呀，这个嘛，这还有什么呀？哎呀，沈大爷呀，不瞒你说，牛堂村旧情难忘，不愿再见别客，所以嘛，必须要用计相骗。妈，我倒有个主意。我们写一封假的书信，就上那王金龙他的宋为相，要你沈大爷陪同他一同前往南京，这样不就可以将他骗到山西了吗？好计，好计，我们一计。阿姨沈老头子又回来了。还带来几女牛堂村回来。哦哟，你还吃醋啊？哪里是吃醋哦，这是又多了一颗眼中之钉。既是眼中钉，何不把关系？此话何意？我有妙计。你且讲来。我们先下到海市深夜里，海市深夜里，再将这罪名推进牛堂村，推进牛堂村，岂不是一箭所双雕？一箭所双雕。用把眼中钉，用把眼中钉。这样一来，你我就可以永做夫妻，白头到老。永做夫妻，白头到老。这包豆面由你下手。我到洪洞岳衙门前去买通官府。牛堂村，哎，牛堂村，牛堂村，牛堂村。大爷啊，请你放正容些。哎，牛堂村啊，你为什么见了我总是敬而远之呢？大爷，你为什么还不陪我到南京去见王公子啊？
岳当成啊，难道你不知道我沈延龄为了你可是花了不少的心血哟？大爷，你也在这里？我是叫他翁义父的，叫他翁义父的呀。岳当成，你想做一羊肉面端给大爷吃？大爷，哎，大娘给你送来了羊肉面。好，我家大娘啊，真眼为嘞，我当成啊，你吃一点吧。我不吃。你不吃，那我自己吃了啊。味道好极了，要当成啊，你吃一点吧。哎呦，要当成啊，你当我真的陪你到南京找王公子的吗？难道你是骗我的？我当成我对你舍舍了吧，我花了身家银子一缕流金，买你回来做小心啊！是我当真。这是凭据。听此以来茫然起，苏三大梦是初醒，以为是好心陪我去南京，原来是别有用心。人情沈大爷，请放我走。哪有这样容易的？要当成望金龙一去无音信，倒不是谁知被我相佛问。你是我沈家人，再想回去万不能。你在屋里欺压人，一张张刺进衙门。山西罗府旧衙门，谁不知我沈延龄？我看你搞来搞去，搞去搞来搞不准。哎呀，牛当成啊，你还是依了我吧。不要碰我，你放我回去。牛当成啊，你还是依了我吧。哎，牛当成，牛当成，哎，牛当成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呦哎呦，哎，牛当成，嘿嘿嘿，牛当成，嘿嘿，牛当成，哎呦哎呦哎呦。牛当成，哎呦，哎呦！霎时间，官场四角，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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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！
廖大成，哎，廖大成，廖大成，你，廖大成，廖大成，大爷，大爷，哎呀，大爷呀，哎呀，大爷呀，哎呀，大爷呀，大爷呀，牛堂成，你这个闲人，尽管还是我家大爷，我将你送官追判。见鸟脱心，地地可可又有何用？走吧，老爸，我有天大的愿望，但不知何时才得送去天上。什么？你一个小小的女子，竟然会有天大的愿望？倒不妨说给我听听呐。老爸，你听了。父上，你讲啊。我是有生死太凄凉，情儿没下度时光。
恨的是宝儿胎在石头前平地风浪。出了什么事啦？家父丧，你既不关心家人负伤，也不给下毒害死他呀！你中毒也非无妨，彼是大娘狠心肠。既不是你下的毒，为何事情又被赶起家呢？老伴可怜我是却当人遭受冤枉，恐怕是谁落石出，不希望。伤心起来了。哦，不必难过，我们就在这里歇上一会，再观路吧。多谢老爸。哎，这么大的大热天，我唱着这滚子舟还要起床，你背着松架哪走得动哦？来来来，我来替你拿下来哦。哎呀，不！老爸，想此乃是朝廷王法，怎能取得？这个，天高皇帝远，出了城，还管什么王法批法哟？多谢老爸。老爸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好人，哎，好人连儿子都没有一个。老爸，是此年纪尚无儿女，没有儿子倒也罢了，连孙子都耽误了。老爸，实不厌弃，苏三愿为命令一女为子以下事哦。我哪有这么大的造化？使不得，是的，使不得，是的，不得，是的。弟弟身上受女儿一杯，女儿，弟弟，女儿，弟弟，女儿，弟弟。这女孩，这根棍就当见面礼，你唱着走吧。多谢弟弟。
当年是好不伤情，故爱容易化回人，到事情往事更是真。一哭问爹娘心，他恨他不该将亲生女儿送长门，情侣生涯非人过啊，如今母子痛苦生。说什么爹娘心他恨，谁愿意将亲生女儿送长门？定算是生计所怕出无奈，国从分离也伤心啊！儿哭问宝儿伤良心，他不该忘恩负义负人情，我为他挣得多少鲜花人，到头来将我美玉生一领啊！宝儿是有才卡小脸人啊，无钱还莫上门。姑娘年轻当作摇钱树，到人老之亡就当作马路神。谈什么良心，说什么恩，还不是黄金把人换成情啊！三苦问府上生意令，他不该表院打来一段情，每人下人300两，害我山西受苦因。这种人啊，真是该死！有2个臭钱就3千4千。是苦问便是他娘气到心，他不该夺面也是亲夫君，与妹同团官红同源，害我冤枉海洋水。这也难怪，一个男人讨了2个女人，还不要嫌弃出海风不了。苦问300呀愿意分赃人，将我苏三当当秋当来找神啊！哎，啥言道？千里做官，则为财；官不吞赃，岂不要亏失老本？你不招，他只好用刑；他一打，你就招，他的当就退了。苏三，你怨天怨地有什么用哦？我
越思越想越苦这红洞原来是好人。怎么？红洞园内无好人？那不用说了，我也不是个好人了。来来来，把这个带上吧。我一曲娃儿出城去，弟弟一把怒气生，我走上前去忙百里。弟弟，弟弟，弟弟呀，为雨呀你。老弟弟是好人。好女儿，我哪会生气？弟弟，快走吧。弟弟慢来，先有关的姑庙，想先人我与王公子分别之时，才曾前立下誓约。事情等我先去做高人领。哦，这也是的，快走吧。雨在
这要相见，谈何容易？是非你那王公子是八府心爱，要不然那有缘难生啊！老弟弟他知道有缘难生，不与我若当成心有情。快带上走吧！哦，弟弟且慢，女儿有事要与弟弟相商。什么事啊？赛季中有人听我写下圣愿大让，事情尚在身旁，望弟弟总要想个办法替女儿上上才好。这个女儿将上旨上在严格之中。你见了都天大圣撇书开家，就升上了。多谢弟弟，带上走吧。轿子来了，你那万载之身当路冲上，难免要受皮肉之苦。来来来，快在为父多避一旁。
是，带上家。见过三位大人。范武蜀山苦神带到，现在当口，带上堂来。是。万物蜀山上堂，苦去莫关，哈得我带着心欲欢，到府随两旁高声喊。女儿此去苦有一笔，从后来正好比鱼儿落马，有去无为转。但愿东天大人为官清正，能开拓你的私财。走吧。万物带到，范夫因何不带起头来？有在不管带头。是你无罪，带起头来。谢大人。我这里举目来观看，果然是蜀山神渊东土茶园。啥事不与我头昏目眩，大人心善，大人心善，我心中好事乱结串。受惊了，官司有柄。多么二位也说怪话，真是有点头昏啊！请问大人，此案可问？此乃是谋杀生命的案子，哪有不问之理？大人正是爱民是此，是此你我大家同生。范夫可有赏？有，升上来。分你可有赏？你是有，叫你升上来有十副，这是何道理呀？分明是个吊物，来看大应是何？哎呀，大人且慢！范武空上之被人睡去，故而尚在家内。王大人开席之恩，将范武当上撇书开家，范武终是救人，也是命。
大人，此应可免。免啊！来，当撇手开家。是。驾查32令为分。是。范夫早上自让面一数来，大人用笔。又是何道理？对呀，上自让面写的书上，口称若当成，又是何道理呀？分明是个调误，用意。大人。慢慢的数来，大人叫你免遭瓦会，慢慢的数来。我当才本来是公子弟弟，7岁进园。7岁就进了妓院门，才园中过了几年，不顾岁月欲去采。你那知心堂是哪一个啊？那一年巧遇王，王什么？王苏三，你要是仔细了，什么？王公子他本是官家之头是人啊，王公子，管家此子。哎，本院说的乃是谋杀亲夫有爱，谁要听女院中改切之事？没杀亲夫要生，园中此事也要问。臣得命来，生得亲，生得亲了分革命。此说来听论要生，听说要生，要分。好，两毛人推廊下伺候。
神呐，神呐，坟呐，坟呐，啊啊啊啊！讲吧。我与他初次见面300年，七杯香茶与浓水。那年兄，他曾向那王公子初次进园，见面银子300两，沏一杯香茶酒走。以我看来啊，可以算得是一个大大的阔客。啊嗨，哪里是阔客，分明是王门之中出了个怕家之身。哎，年兄，依我看来啊，那王公子可以算得是个大大的夸客，算不得，算得。算不得。哎，年兄，大人是算得么？你我就是是算得呀。啊啊啊！讲公子儿子把冤情，带来了多少银子？谁打300罗7年，在你院中是了几时？在院中里是1年整，300罗7两花回城啊！想那王公子在你院中飞到1年，3万6千人都取意花钱，难道你缺的银子传的银子不成？哎，年兄，想他院中另外是有花费哎。他成，你怎么知道他的花费？这上纸上面写的是花费呀。哦，原来是厂子上面写的，不是他成自讨的。此次你我就生他的花费。西马金杯玉鸟菜，玉马菜盘玉菜丁，也用不了这许多。来不儿女公子上，与给了一束百花丁。恨的是王八宝儿心上恨，王亲将公子端出了进园门，王公子花费3万6千两，在园中日1年整，却为我将他端出进园门。这朵花宝儿死里无真好一个狠心肠的宝儿啊！贴心肠的王八遇见了盗用的嫖客。讲公子被赶出了园，到哪里安身？万王庙内把身人，那一日经过来报信，我
身大文人去团起身。你可曾见到王公子啊？我与他姑庙后地重相会，抱头痛哭在旧情，神前定下生死门。啊，你兄，他曾想那牛当成倒是故有义气的。是我见的，像那王公子穷途落魄，衣衫褴褛，那牛当成还与他再聚就近，定下了孩子三门，岂不是各有义气的吗？哎，哪里是有义气？这怕是长门之父虚情假意。穷途落魄，再续就近，定下了孩子三门。二位爷兄，那牛当参啊，可算得一种恩也三你兄，大人说他有义气吗？你我就算他有义气呀！讲。当发公子去观看，神堂名字为南京，问他多少？还以自己一无天命，二无等称，用手也来300余两。对呀，这黑夜之前一无天命，二无等称，用手也来是有300余两。哎呀，大人说什么？难道我是那王公子啊！出去说尽300两，高分的说三声，他也是300年，岂不是300两为300两，人人人来心关心。原来大人说的是300两问300两。二位爷兄，我们剩下去。生下去。讲。从公子为南京，我在南楼张玉屏，公子非我不娶妻，肉堂村里子不家人。公子里子不娶妻，肉堂村里子不家人。王八宝儿哪里为大礼？
下台是沈依林，他亲眼看来哼一声凄空离笑，名归阴。那便是生我害人拉拉叉叉当官天，这场官司怎样审罚？这场官司审得好，二场官司就冤难审。轰动冤仇会一起两，也要分赃800人。上当下当48，这无情的摆子难容人。你可曾造成？反腐本当不招人，大老爷呀，地边当官无数根大人，怎么一日不闻？问呐？莫非求平佛法神呐？神呐，问呐，苏三，你在剧中死了几载呀？在其中死了1年里，可有人前来退房？谁来退房不与人？王八宝儿你，王八宝儿负忠义，你那知心的王公子你，他与我如山夫妻有情。眼前才有王公子，你可曾得？以前才与王公子，亲杀给你生得起。哪怕你那王公子去内幕上生存好，他不来成你了。谁能记得公子你？我总是旧情也关心。哎呀！苏三堂上去求情，好事论句催我心，他句句都是真心话。我岂能贴在心上太负心？直到下回来相认。王法迢迢不用情。苏三，你的案情本愿一致，但等审问清楚，是为水落石出。你暂且下去吧。是。这场官司未同意，肉当趁责任放宽心，谢大人。哎呀！
去知心话，看他知情不知情。大人，鸟当成好比花中人，那王公子必作何来？王公子好比蜜蜂采花心，想当初花开多美人，蜜蜂与花不离分。到如今花谢已散落，蜜蜂一去就无音信。苏三万不夸测，远去啊！大人，二位义兄，想当就当成恰日冤枉，明日里当平复此案。平复此案，理当如此，理当如此。推当。呀，前去！想我王金龙插得进来，一路之上到此当庭，三级下落，想不到三级身受不白之冤，我就是拼了这一顶乌纱，也要得救于他。若当曾是他求出情人，把父亲安他身，竟娶烟花女子为妻，有所关题。潘大人，你我上天直奔圣上。刘大人，此话错也。错在哪里？是故官上是西上，与人方便么？时机方便。刘大人，何必故意认真？那王金龙上元前地归为请安，你我围在他下，冲上只怕不理。这就是告到了他，这把父亲我们也不为娘你去做，何必接下这股冤仇？刘大人不妨三思。以潘大人之见呢？那若当趁机时冤枉，你我就为他平复此案，将那凶犯少监生于彼日捉拿归案，立即释放若当趁，再审水太子惩戒于他，这样一来么？嘿嘿，你我倒尚有高升之望啊！啊啊啊啊！